二昆新炮台，台南市西平面我安平区西南海墘仔有一个金城里，二昆新炮台就是伫即个所在。二昆新炮台建筑物的面积差不多3.7甲，伫都市计划里是属伫台南市5期中华区结合边仔公14公园地，是目前台南市上大的公园。二昆新炮台因过是台南第1级的古迹，目前改做国定古迹。会方叫做金城，是因为入口城门顶头的牌匾有写“益大金城”这4个字，是新宝镇起名的。二昆新炮台是台湾第一座西洋式的海防炮台，毋是城堡。安平大炮台、三昆新炮台，讲的嘛拢是即个所在。具体新宝镇甲法国人以艺术勘查了景的所在是伫三昆新，后来二昆新甲三昆新渐渐合作伙，三昆新变做二昆新，三昆新炮台尾手就变做二昆新炮台。台湾因为山悬溪底，溪水错流，滴到大量土沙积聚伫海口，产生真侪沙洲。咱讲鲲就是大尾鱼仔。海里的沙洲就亲像大尾鱼仔的身躯浮伫海面的款，所以咱一般甲号做鲲新。安平大港南边小连续有7个沙洲，名就号做1昆新、2昆新，一直到7昆新。名会号做安平大炮台，是相对安平小炮台。安平小炮台是1840年摇营起的。1945年，二昆新炮台因为位置较偏僻，交通无利便，无互看中。后来有一寡人违法搬入来住，乌墙仔起厝，外号狗嘛去互改做鱼温仔，甚至连宗教团体拢来即搭徛起，规个互损害甲真严重。一直到1956年。台南市文献委员会将二昆新炮台列作台南市12胜景，号做金城分晓，才慢慢有台南市民重视。1975年，二昆新炮台起做100档，台南市政府将这档定做观光年，甲炮台修整了后，开放互参观，嘛开始收费。这是台南市头一个有收费的古迹。1983年，政府正式公告头一批古迹，二昆新炮台，互内政部指定做第1级古迹。